好，我想买对高雄到台南嘅车票，请问有几多点嘅车票啊？长春安埔头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請問唔愛買哪票？嘅我買11點嘅票。好，車票錢係48個元，請問唔愛用現金，也係刷卡付款？也現金48.5。也係領車票。嘅1.5線電車係啲鐵幾多車子嘅位數啊？我到一下按到1.5線電車去，啲T1台T6車嘅位數。哦，錯嘅，無論哪種芯片，都是要人身安全。安子說，看你前景下，一下安利先來認識一下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定音哦。買，車票，班次，存，剩下，安補頭，晚上，車票錢，票價，車票，車票，茶字，車廂，1.5線電車期，夜間安心候車區。接下來，我哋學到嘅接上用到嘅記號，從安埔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從安埔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半的班次，存，剩下，安埔頭，晚上11點，11點，同，和11點半嘅11點半的車票，班次，從安埔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從安埔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半的班次，車票錢係48個元，票價是48元，車票錢，票價，係是48 48元。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。有人说啊，因为以前我们用的是龙银，用龙银来交易，所以客语呢还留下这个词汇，多少钱多少元，我们还是用银，好，龙银的银，所以幾多元多少元，我们还是讲元。車票錢係48個元，票價是48元，